什么？让继儿去巴蜀，我们母子从此远离秦宫。这王后，大王若怪罪下来，奴婢全担了就是。奴婢告诉大王，王后对此并不知情。你们都不用担心。过了今夜，若没事，便没事了。王后怎会知道？他若真想动手，不会把这件衣服留在这儿。这是出售我的证据。你们去把这件衣服烧了，一丝灰也不要留。是。公子当的气色比我之前看到的大见好了。天见有脸，大儿总算是死里逃生。好好养伤，痊愈了，王叔教你学习兵法啊。大儿知道了。往后日夜照料公子当，也要多保重才是。多谢处离子牵挂。老臣告退了。继儿，你这是在看什么呢？娘亲给我留的功课，她要我看看我们的以往和来日。什么以往和来日？婆婆，你看，这儿是秦国，这儿是楚国。你的意思是，秦国和楚国是咱们的以往？对。那来日呢？来日在这儿。这是哪儿？这儿是巴蜀。巴蜀。月儿，继儿说咱们的来日是巴蜀，这是何意？姑姑，喝药。巴蜀占据天险，易守难攻，而且西接秦国，水土丰美，盛产粮食和丝帛。我想请大王将来把巴蜀分给继儿，又因继儿年纪尚幼，便可以让我随同一起去巴蜀。加之巴蜀与楚国水路相通，若继儿分封在巴蜀，我们就有机会派人去楚国，让荣弟也去巴蜀，一家人得以团聚。月儿，你是想带着继儿离开秦宫？我想了多日，这是我们求得安稳的唯一出路。继儿，你愿意跟着你娘亲出宫吗？我听娘亲的。若有一日让继儿自己选呢？我还是听娘亲的。拜见大王。坐。是。不知大王宣臣进殿，有何事商议？你看看，王后上书于寡人，说是诸公子年岁不一，且生母出身地位荣宠不一，皆是寡人之子嗣，恐有以其年长，以其母族，以其荣宠而后得封地。年少微贱者无人直言，
因此想借来年元日大吉，为诸公子分封藩地。这是好事啊！王后此书乃贤德之举。不管起因是什么，总归是件好事。若是王后能稍补公子当好武厌文之不足，母子相辅相成，大王也可放心了。你是秦国大宗伯，主管宗室事务，这10多位公子的分封之事，就由你来做个谋划吧。臣遵旨。王后如今的心思真是越来越缜密了。此刻不提立储，却上书分封，她就是想让大王把年长的和有军功的公子也都分封出咸阳，这样就没有人跟他的儿子争太子之位了。夫人要快想办法。华儿在秦国的旧族当中甚得人心，旧族们若能同心协力举荐，大王也不得不忌讳几分。那就赶快联络那些旧族们。恐怕已经有些晚了。那我们只好坐以待毙了。谁说的？王兄来信说，仪儿已启程多日，我估计就快到咸阳了。魏仪，夫人的亲侄女。无论是在魏国，还是在秦国，她都是无出其右的绝世佳人。八子，张相，莫不是在此特意等候我？听大王讲，张子要来承明殿，芈月特意在此等候张子。还真是特意等候啊！何事相告啊？前几日听大王偶尔讲起，说有一个叫李冰的大夫，经过对蜀地的考察，上了一道奏折，说是想在巴蜀的都江一带去兴修水利。不知道张子以为如何？若真能在都江之上兴修水利堰渠，自然会大力提升粮食的产量。功在当下，利在千秋。只是大秦久战贫瘠，中枢财力不足，就眼下而言，暂时行不通。那朝中还有谁赞成这一主张？司马错将军对巴蜀之事一向兴趣浓厚，说若是治理好了巴蜀，大秦就有了信心争霸天下。他自请镇守巴蜀，还要带上李冰等人。那大王有没有说过要派宗室之人去管理巴蜀？过上一阵子，等巴蜀的人心稳定了，大王自然会分藩亲属。芈月怎么会对巴蜀之事这么上心呢？啊？继儿眼看就要9岁了，我不得不为继儿做些打算。张仪已经为芈月和公子季做了打算。芈月见张子，也是为了求张子一事。何事？求张子切切不要到朝堂上议论储君之事。若一定要说，那就把继儿剔除在外。公子季是生就的贤王之才，你是他娘亲，竟然视而不见。求张子帮芈月这个大忙。若是别的事，1000件我也应你了。但此事事关大秦的千秋霸业，岂是张仪一个人说了就了了？王后，芈八子来了。王后，让他进来。是。王后，我有话要与王后说。
说吧。我的继儿绝不会与公子当争储位。你我已经如此，争不争已不相干了。我希望你我仍是姐妹，继儿和当儿仍是兄弟。两虎相争，是不是姐妹兄弟又如何？我需要王后的帮助，让继儿分封出咸阳。什么？让继儿去巴蜀，我们母子从此远离秦宫。这不会是你的真心话？芈月此刻没有比这话更真心的了。王后若是相信，就只管向大王进言。昨日听说，那个魏夫人的侄女来了，是个绝色美人呢。魏夫人的侄女来的真是时候。这2日，宫里流言虽多，但大部分还是跟分封有关。凡是流言，都有起因。人家都在想法子争一把，你怎么提都不提一下？定数全在大王手中。争又有何用？只是大王见了我，从不提分封之事，这让我有点忐忑。你是说，或许大王不肯把继儿分封到巴蜀去？我是想说，或许大王根本就不想让继儿出宫。